中原一直持續為優質嘅項目做招標，今日為大家介紹3個唔同地區嘅招標項目，各有特色，物超所值。第一間招標嘅鋪位位於氹仔嘅潮州街，鋪位現時做緊中式飯店，建築面積係4606尺，結構係地面加1樓，一樓嘅面積咧就接近有3000尺。咁係飯店嘅現場咧，亦都做咗室內電梯。物業附近亦都有2間酒店，對面咧亦有一個商住嘅項目興建當中，地區嘅變化值得期待。第二間位於荷蘭園嘅2馬路，現時係做緊醫療中心，連租約出售，建築面積1500尺，物業鄰近塔石廣場，附近亦都有6間學校包圍住，處於成熟嘅校網商圈，無論做教育或者醫療生意都十分適合。第三間位於荷蘭園和龍街，鄰近熱門旅遊打卡點嘅風塘新街，建築面積有2049尺，有多間特色網紅店進駐，人流穩定，可遇不可求。想了解招標流程或者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聯絡我哋啊！